佢哋愛得轟烈，佢哋分得高調，佢哋係極速分合嘅極致，佢哋係 Flash 嘅前程回顧。今年7月高調宣布喺一齊期間旅行啊，放閃啊！點知轉個頭9月，閃電宣布分手，估你唔到，隔多個月佢哋又復合啦。據知當初分手嘅原因係 Alex 想若曦一齊去美國結婚生仔，但若曦好信風水噶嘛，師傅話佢一定要18年先可以結婚，所以不合直分。不過手已分情未斷，若曦好唔開心，成日喺社交網暗示掛住男友。有知情人士話，若曦早前主動過澳門揾 Alex， 好快就復合翻啦。結婚單嘢就一人讓一步 ，Alex 唔使若曦去美國，若曦就同大台請咗1年假過去澳門陪男友，但分期若曦始終都堅持要等到18年啦。至於傳佢有咗，知情人士就話流料嚟㗎，話若曦唔想咁快結婚，點會俾自己大肚呢？不過等到18年仲有段時間，希望佢哋閃合之後唔會再閃嚟啦。